公图阿婆去旅行，旅行，它那什么？旅行。哎，旅行。你有不过一种梦吗？梦到自己校年頭，唔知本本該確定嘅，要動朵花都係校年頭，愛講唔出。啲藝濕些嘅時節，藝體拜有一種感覺。對今本日開始，男人就做唔得到110 kg皮箱嘅。打開來，阿公咧，阿公去東遠嘅地方旅行，有可能長久以後，才會轉來哦。太瘦身啦，穿啊！你好香啊，哎，你穿啊，皮箱啊。怎么过去诶？阿公雖然去旅行嘅，不過佢冇帶曬班扎旅行箱，在這旅行箱裏度就要用錢。我中山地怎麼解媽媽不准人攞箱嚟打開來？因為成日硬出，好人人聽數，好想改嘅阿公。擁有按到本影想就想唔到的秘密，比較沒有遺憾。尤其係一件錄音帶，藝團我咪聽說彈過一件錄音帶，不過佢聽說我彈過幾件呢，因為記得。夫婦館的上，喺阿公就當嘅跳起上，其中總算找到一笪地方，總算錄到幾句話。這句話越來越清楚。公圖阿婆去旅行，旅行，它那什麼？旅行。哎，旅行，哎，旅行。阿公，我帶伊去旅行，因的時光，因的生活，因的天使台。從17點17分開往8點的人民鐵路線路場的地下，長彩體